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5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汉光演习树林准兵船造成一位上兵死亡，今仔日早起传出说因为训练教官因为自责自杀过身。天气热，直破高温的纪录，学校敢要放高温假，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教育部会当统一解说。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有外媒报道指出，中国要派300位武警做观察员，登记进驻香港。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海军陆战队昨日操演的时阵，发生树林准兵船的意外，让人真遗憾的是，其中一位上兵蔡朴武今仔日不治过身，让人心痛的代志，阁毋那即层。今仔日早起传出其中一个训练教官是因为军歌自杀。初步调查判断，因军官应该是因为自责，加上毋敢迄寡落海相骂共判，才会结束家己的性命。海军陆战队伫初3的树林船兵船事件中，3名伤势较严重官兵，拢被送到国军高雄总病院左营分院专业科目急救，其中2名也伫抢救。不过上兵蔡朴武初5透早宣告不治死亡。总统蔡英文表达哀悼，并且要求国防部检讨。我们也希望国防部在尽速能够做最完整的调查，那么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风险，在未来造成更不需要的憾事。不过遗憾的代志毋那一件，海军高准部前期分析中心一个是因为军官早起突然自杀，送医急救了后宣告不治死亡。伊正是这摆联合登陆作战操演训练教官之一。海军做完行政调查了后，初步判断是因为军官应该是责任感重，加上毋敢落海上门官兵，才会自责发生这个事件。这些都是他受训的学员，所以他们感情其实还蛮深厚的。他觉得有一些自责、比较内疚，他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心情也很难过。所以我们目前是做各方面来做研判，我们现在正在配合警调做调查。海军高准部除了表达遗憾，也派干部协助家属做后续处理，并且要求各单位加强宣导尊重性命教育。对不幸殉职的蔡朴武，海军司令部也表示会全力协助办理对进，因讲会安慰帮助甲后续的相关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的选战是拍甲热扑扑。迄困这3个阵营的参选人，若行程是排甲满，佮不是透过媒体一句来一句去，互相拢无要相让，连年纪甲行程拢变做因相比拼的话题。高雄市长补选选战愈来愈热烈，国民党、民进党甲民众党3个参选人对政策派系甲民调，即阵连年龄拢提出来做文章。国民党李美珍批评陈其迈拢用做阿叔啊，也伫个假少年、洗脑少年人。不过陈其迈在初5拜票时也反击了。我都是跟年轻人站在一起。李梅珍议员看起来就似乎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一些，因为他都是跟着逆着年轻人的寒风。离被反击的李美珍早起对公山赶去红山，继续称呼陈其迈阿叔。对民众党党主席郭文铁随时批评伊无够好，伊也认为郭文铁是伫个假豆腐。陈其迈叔叔，要不然你们认为呢？我觉得柯市长很喜欢吃豆腐啊，他先吃亲民党的豆腐，然后又吃我们国民党的豆腐。另外一方面，由郭文铁陪同拜票的民众党参选人吴一静出现外交场面。郭文铁到庭拜票时，和民众一度错乱，以为郭文铁要参选。看到国民党、民进党参选人行程拢走到路德公山这较远的所在，也伫市区拜票的吴一静讲袂烦恼，因为平常时就伫经营地方。平常我们就在经营了，所以说并不是说我选举然后就跑出，说再去跑那些区像那些人脉我们都有，甚至有些区如果说我可能比当地的议员某些议题还比他们更熟悉。市长补选敢若剩1个月计，为着赢得这场选举，3个参选人除了4个拜票，也互相回应批评甲提问，一点仔都唔敢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振兴3倍悬的有股今仔日是第5天，根据统计，有股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其中有8成民众拢是经抓本的。抓本券遮尔受欢迎，敢会印无够咧？行政院长苏清昌是表示，因会阁去考虑看情形，阁来加印。提起高知国北球赛副熟练的高知股民就气势歌声响起来，行政院长苏贞昌初5参加2020新北市歌艺节，现学现卖，当场也被率就大表演。
歌声振奋人心，经济也爱继续振兴。苏金昌表示，振兴三倍券受欢迎。自初一开放预购到今，预购人数已经超过550万人，也毋过其中将近80%民众选择纸本券。以目前需求比例来算，纸本需求量可能大过已经印好1200万份。外界好奇纸本券数量敢是有够？数位有多少，实体有多少，我们都已经有印起来，未来会视实际需要，有需要加印就会加印。所以长也呼吁，除了进行商业艺文活动，也希望民众加参与。文化部就增加推出艺放券，一份新台票600，限量200万份，会当用伫看电影、看展览、买册等，也毋过需要下载 App 注册才会当抽签，较无符合民众较爱使用实体券的习惯。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艺放券第一阶段用数位发行，后续会阁推出数位实体并行方案。针对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18岁以下未成年以及身心障碍者另外会有个专案接续来推出。振兴三倍券预购进入第5天，根据经济部统计，到初5下到4点为止，预购人数已经达到580万外人，其中选择预购纸本券的有462万2千外人，占总人数79%。白丁数位预购有117万外人，以白丁信用卡人上侪。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的指考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考历史、地理、公民社会。有考生是表示，公民是袂开歹考，若是早起考的历史甲地理，即边拢有袂少甲时事有关系题目。若是考生上界关心的成绩，7月17就会出来。钟声响起，也代表今年的大学指考正式结束。完成公民甲社会考试的考生慢慢行出考场。有人对试题内底讲到愈宽题目真有感觉，有人是决定考完了后，把一切拢先放在一边，啥物拢唔爱去想。多选比较简单，然后单选难一点，这样还可以。什么题目让你有印象深刻吗？出来就忘记了。全教会评论，即摆公民科困难度拄好，有鉴别度，时事题较少。地理科是有袂少的时事题，像最近中国连日大水祸，造成中华油地区做大水，可能原因是啥物？也是这波疫情，台湾的翠暗还未及时地图这议题，全部拢放伫考试题目内底。他在学校准备的工作，以及有在关心时事，应该考试考出来，应该成绩还不算太差。可是比较难的题目的话，可能要拿到很高分数，就比较不容易。而上早考的历史科，报告老师认为中间偏较简单，不过高中老师认为中间是偏较困难。其中有一题考欧洲的瘟疫史，甲疫情有连结。另外，苏花改时间时发现汉本遗址，也测试学生的理解程度。历史还蛮简单的，其实大部分是比较常识的东西，都蛮简单，1个小时内就写得完了。3科都是。3科都是。那有没有觉得自己会写对哦？不会。大学指考的成绩单会在7月17寄发，而考生应用指考成绩报名考试立拍分发的方式。写志愿时间是7月29、28，最后会在8月17公布录取名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天气实在是有够热，才6月就破纪录的高温的记录。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提出讲，若是伫室外上课超过36度，学校就要调整课程，莫互学生长时间伫咧外口曝日。伊嘛是有讲到，敢要当成放高温假，请教育部就要统一解说。但是高温假对爸母拢咧食头路的家庭来讲，无人照顾囡仔是一个真大的问题。真正有够热，中央气象局一直发布高温指数。今年6月29，台北市阁捌出现38.9度，打破过去124年的纪录。大台北地区阁连续16天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安尼天气徛伫日头下骹无几分钟就冻袂牢。若是学校放高温假，家长敢会认同？那也蛮不错的，因为现在天气毕竟太热了，然后小朋友在外面也受不了。如果他能够配套措施做得好的话，应该是可以赞成。如果没有的话，小孩子休假我们也是很困扰。因应高温的变化，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请新北市各学校，户外若是超过36度，就必须调整课程。嘛，授权学校依照天气的温度状况，家己弹性调整课程内容佮活动的地点。同时，伊嘛有讲到，希望教育部会当考虑弹性放假。我们的很多的户外课程已经调整变成室内来做应用。那至于议员在问要不要放假，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由教育部要去做统一的解释。我完全尊重教育部对高温假的看法。既然放跟不放，一定要有整体的配套措施，我们把它做更完整，这才是对的。面对极端气候，校友指出，无要让囡仔上课的时阵，长时间晒日头受伤是市府上大的考量。新北市教育局嘛会伫全国教育首长会议中提案。记者郭灿、王德新新北市报道。立法院临时会摆审，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但是因为摆度陪审制引起民间团体反弹，已经伫立法院外口静坐抗议第7天。今仔日搁去总统府抗议，主张陪审制甲参审制应该做伙试行。民间司改团体行上街路游行，喊口号爱蔡总统好好思考。不满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在立法院临时会摆审，却是排除陪审制度。民团若在立法院外口静坐已经有7天啊，初五也是总统府抗议，主张陪审加参审应该斗阵试行。我们认为，为了更民主的司法、更公正的司法，应该要两岸试行，至少不可以排除陪审。我们希望蔡英文总统要有勇气跟智慧来选择比较好的制度。既然要透过司法改革，这个改革就应该是真正的改革，而不是一个假改革。那国民党原则上面党团版呢出来的是3层次，可是我们有把一些的陪审的那个概念摆进去了。对于在野党甲民团提出应该两种制度斗阵试行，更加质疑民进党在党纲中支持陪审制度，执政了后却是无照家己讲的来做。民进党团书记长蒋家彬讲，党纲是30多年前制定的，即阵时空背景已经无同，而且考虑司法资源有限，希望2年试行期间敢推动这种制度。两制并行，基本上被告是不能选择拒绝用陪审制的。一致试行的方式就是民进党的版本，我们的主张是根据刑度。立法院临时会初3已经用了9点钟协商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不过调阅立委对着适用案件范围、国民法官年龄这条文拢无共识。另外，要70多条条文也未讨论，初6会继续来协商。记者石宏华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头先来看香港。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公共图书馆开始甲真侪反民主派政治人物的作品落架，理由是当地复检当中。另外有消息指出，中国计划要派200-300人的武警部队，用观察员的身份进驻香港。中国伫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气氛会当讲是真紧张。今仔7月初1，都有10个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抓。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伫初4更加引用来自北京的消息，据讲中国决定要派遣2至300个武装警察，以观察员的身份派驻香港。若真正安尼，恐怕会增加香港市民的心理压力。也毋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谭耀宗对此指出，无相關嘅資料。因我冇呢方面資料。你話批評政府咧，當然係冇問題嘅嚇，但係你要話去呢個顛覆啊、分裂啊嚇鼓吹恐怖活動啊嗰啲嘢，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嚇。咁當然復檢嘅意思就話，可能第日俾唔俾佢擺喺政府嘅圖書館嘅。毋但有人被抓，香港公共圖書館部分政治冊也被落架，將近400本，原因是要復檢，被認為影響香港嘅言論甲出版自由。也毋過譚耀宗表示，若講內容涉及鼓吹顛覆國家政權就有問題。也毋過前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批評，白色恐怖之下，小冊已經發生，但係讀冊人也陸續發生。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明白點解會突然之間喺出版咗6年之後會突然間下架啦？定係因為最近通過咗國安法而出現咗一個新嘅政策呢？香港國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貞的作品《哪行哪食哪空間》是被復檢的冊之一。伊質疑港版國安法敢是真正無追溯期？港版國安法的立法程序也互外界質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是伫伊的面冊答問指出，這批評為國家人民、為國家立法的外國官員甲議員，講什麼愛經過香港立法會的程序是有淡薄講笑話。中央將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交予特區，是對一國兩制的堅持甲對特區的高度信任。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關心日本，日本庫馬摩多破紀錄的大雨是落甲規個縣境要沉起，目前上少已經有20個人死亡。有幾多個所在，攏有災民佇咧塗骹排求救的信息。
阁有老人中心传出讲有14个人无性命现象。另外，中国安徽、河南等等嘛拢传出大雨的灾情。中国的中央气象台是连续发布30天的大雨预警。上半县八代市坂本镇的土卡出现真大的 SOS 字样，伫建筑部附近海南海记的卖点是民众摕着白色面巾衫顶的石化球。八代市政府等单位表示，这是一栋已经废弃的小河，目前有10多位当地居民到这避难。上半县九华川2条河川在野所在泛滥，连结市因为九华川崩堤有不少人罹难。九华川内的老人中心天寿园4棵位的道路水位清悬，中心内有50位的老人，真侪人身体状况差。救援人员出动像灵船透明救援，负责搜救的自卫队表示，将会陆续救出大约30位受困的老人。另外，陆上自卫队直升机也阁翕到神奈保养园涂骹写着“神奈保养园120人避难”等真大的白纸，附近也阁会看到有人咧行天动。保养园离九华川只100公尺，附近的民家拢泡伫水内。已经知影鲁北町、神奈木町等地有人不幸死亡。1世帯3名でお住まいの家屋へ土砂崩れによる被害が発生しております。一刻も早く安否不明者の救出に向け尽力してまいります。日本气象厅预测，西部甲东部大部分地区到初六有望有大雨，九州南部的降雨量预测达到200毫米，东海地区降雨量预测150毫米。中国大雨侵袭安徽有景环会的县城，民家饮水大约有2公尺悬，有的农产被冲害，有的居民厝内农作物浸伫水。稻子就淹掉了，2斤多斤稻子。中国气象局表示，6月以来3摆变雨，包括中国南方地区60%的县市降雨的范围宽，雨量大，极端性强。过海地区的降雨量拢破历史纪录，平均降雨量112.7毫米，比往年同期增加13.5%。中国中央气象台伫发布1个月的暴雨预警了后，7月初3停一天，7月初4再度发布。官方发布继续时间是2010年有预警记录以来同期上济。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4是美国的国庆日，总统川普是搁在批评中国暗砍病毒，指出疫情是传甲全世界。也若是伫北京外口，有真侪人抗议，要求爱看重种族平等。不过其中有袂少人拢无挂喙罨，专家是烦恼讲，恐惊疫情会搁再爆开。7月初4，美国国庆日庆祝独立建国244年，军机飞行表演、烟火秀等系列活动伫华府登场。总统川普伫北京草埔发表演讲，搁一摆警告中国爱为全球疫情负责。公卫专家是强烈建议美国民众伫疫情依然真严重情形之下，唔通伫国庆日群聚，增加伤过头。川普依然举办国庆 party， 现场真侪人去拢无挂喙罨。China's secrecy, deceptions and cover-up allowed it to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But now we have tested almost 40 million people, 99% of which are totally harmless. 伫华府街路有群众游行抗议种族不平等，这位白人女性伫示威群众当中甲抗议者激辩。华盛顿特区市长鲍塞进前已经警告，群聚恐惊有病毒扩散的风险。I'm sick and I'm tired. I'm tired of coming out here to scream these. I want to see change.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数据，美国伫7月初4一天的确诊，伫佛州、德州拢创下单日的新高。其中佛州的清水海埔出现头一头人潮，当地警方爱一直提醒保持社交距离、挂喙罨。迈阿密伫国庆日进前已经实施宵禁，海埔关起来。美国7月才过4天，已经有14个州的新冠病毒，逐天的新增确诊数拢写着新冠的记录。目前，全美国已经有将近13万人在疫情当中死亡。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消息，今仔日是第90届国医节，中医界是发表中医甲西医合作做伙对抗疫情的成果。会议当中，立法院长尤锡坤阁表示，汉医的历史已经有几6000年，目前敢若台湾甲这项专业合作中医，伊感觉未来若是会当改名合作台医嘛袂歹。
全球武汉肺疫情依然真严重，台湾中医研究团队最近研发出独家中药方，不只能有效阻断病毒感染，压制细胞激素风暴出现。临床实验佫发现，有21位确诊个案接受中医药治疗了后，全部拢已经好佫出院，而且为用药到3采阴性，解除隔离登记，上紧只要8天的时间。中医国家队也缴出非常好的成绩，只要是西医住院找中医会诊治疗武汉肺炎，目前的治愈率100%。中医师工会全年会礼拜日举办第90届国医节加中医药学术论坛，会中发表中西医合并治疗武汉肺炎的成果。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尤锡坤也到会场来致辞。尤锡坤表示，汉医有几千年历史，中医正式号名只有几百年，目前只有台湾叫做中医，未来改名叫做台医也袂歹。台医台药未来可以为世界带来更大的贡献，各位说对不对？只要我们有那个环境，因为汉医汉药10几亿人啊，全球已经10几亿人经常在使用啊。总统蔡文是表示，中医药发展法去年底立法院3读通过，是台湾第一部专属中医药界的发展大法。目前政府已经编列5年6.7亿预算的中医优质计划，包括人才培育等，希望能提升中医健康的照护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绿岛，逐年5月，台东的绿岛拢会举办千人长泳、海上长泳的活动，来推广海洋保育的观念。但是今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请到今仔日才来举办。真侪人对咱国内疫情控制有信心，拢总有800外人去参加。举办10年的千人绿岛海上长泳，各地来游泳选手初5早起7点到组织伫中寮渔港。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这项水上运动自5月延期到7月举办，人数也缩减到700人，一度只剩300人报名。不过最后要是有800人，对国内疫情控制有信心，特别到绿岛参加这项比赛。本来已经放弃了，还好主办单位又重新举办，宣示一下说我们绿岛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的朋友们。当期为绿岛海上长泳大型的歌手诞生，这摆也是停这项活动，早起8点甲乡长带头落水，各地来游泳团体小连续落水，驶向绿岛北方的公馆海峡，伫海面上形成一条一条的人龙。全球沿途也欣赏到绿岛海底美景。海底很美。大约9点，一般走甲6组的选手，陆续有人收完全程一组3公里的赛程，尤其是73岁阿嬷，也伫1点钟完成比赛。这厉害！爱游水的人，就是少年的爱游水啊。因为今年疫情期间，有真侪团体无放弃来参加，绿岛乡公所特别制作纪念牌，送予连续5年来参赛团体，感谢因协助推广绿岛海洋保育。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自己甲照护的工作者有更较好的环境，嘉义市辅导民间团体成立第1间长照服务的劳动合作社，若互照护员有一个休困甲交流的所在，嘛会当提供民众长照的相关知识。嘉义部叫我开嘉义市第1间以分享经济为经营形态长照劳动合作社，5号正式来启用。未来毋但是照护员休困交流的所在，嘛会提供民众长照相关的知识。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不会只是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机构的员工，反而是有觉得自己是这个做照服的工作也是经营者之一，心态上其实是参与感是热情上也会不一样这样子。一般的照护员拢要配合相关单位的安排，协助有需要的家庭。服务的内容比较有限制，合作社以人人拢是股东的概念之下，鼓励照护员主动思考服务的内容，和照顾的工作会有更较好的品质甲价值。劳动合作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透过社员之间共同的扶持、共同的支持来形成的。它除了对于照顾者，就是照顾员本身，可以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之外，然后可能在这同时附加的就是说，被他照顾到的人也感觉到他的热情，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事业付出。嘉义市政府社会处表示，目前嘉义市老人人口的比例大概是15%左右。虽然伫全台湾来讲无算介严重，但是比例增加的速度有愈来愈紧的走向。长照劳动合作社成立，毋但替照护员增加收入，同时嘛为社区的长照品质带来提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北
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来看外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带您来俄罗斯做伙看热人安那出世。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再会。排名第一的，对吧？头名的啦，或者英五啊，伊个五的意思就是五戏。端午啊，无是讲中午，或是五日这个时阵出来，所以应该合作五戏安尼。有一句俗语咧讲吼，这个盘仔加车站。一种是盘仔，对，一种是车站。这尾应该是车站吧？哈，你都用着去啊？车站是这尾。所以讲这尾是盘仔，啊，这尾才是车站。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大电。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因会带我去坐火车世界游览。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车头汉字写作车头，罗马字写作呲牙车、特鳌头。车第一条，头第五条。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唔是火车的头一节咯。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咱叫做车母，也是火车母。较早高铁、飞轮机无即马才实行的时阵，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拢会坐火车较济。就安尼，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也是做伙的所在。毋只有袂少流行歌，拢甲车头、火车有牵连。要坐火车爱先拆票，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服务人员会问你讲要买当时的，要坐到倒位，要拆几张，敢有要拆来回票。我要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嘛会使讲我要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车票拆好，要坐车就要踮月台等候。要入去月台时，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你若是要入去月台送人坐车，就要买月台票。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咧讲人袂晓看人，看人无，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还有一句俗语是“鸭做头会歹火车”，是咧譬如人嘴真白真严，袂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讲互人知，什么？你就头中一亿？溜、车头、车母、拆票、窗仔口、月台、落车头无探听，鸡做头会歹火车。车票拆好，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